咱安静咱的心。个另外，咱也为着今仔日的服侍正当工来祈祷，求上帝看顾，透过因的引带，互咱的敬拜当真顺利。个另外，咱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看顾、保守看顾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当哪来咱合上帝的心意。最后，咱也为着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互咱会当有真实、充满上帝所赏赐的公义甲仁爱伫咱的国家。所以，请咱出声来祈祷。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阿娘，保守看顾阮所做一切，在得到你的欢喜。主保守看顾，充满大的稳定伫阮的中间。看顾阮每一人的生活，阮的敬虔当表露出来。感恩，看顾教会哪来哪合理的心意，求你赐福保守，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主，你大大赐福。真实的教会中间文章，来将我的国家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阮伫经历一礼拜久，拢得到真实的平安。当阮搁自集伫你的圣殿，主啊，阮是何等渴慕要透过今日的礼拜，来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福气。所以，阮来到你的时阮宝座前，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的敬虔会当表露出来，互你心，互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起，带领阮礼拜的正当工，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求你掌管，补满阮所做的欠缺。阮用心灵的服侍，会当互你得到欢喜。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阮的教会所有的中级同工、牧师、属灵的领袖，拢平平会当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有智慧来引带整个教会，互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满足你的心意，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亲爱的主，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施行公义的手、仁爱的手扶持阮，互即个土地真真正正会当哪来哪合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互万民拢得到福气，也互更较侪伫即个属伫即个国度的正教会兴起。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大管灵的囝，恁着将阳光开力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装他敬拜耶和华。这个时阵，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诗，圣诗65首，圣诗65首，请咱起立。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阮众兄姐要来感谢你极大极深的疼，因为你的恩典，阮要大声要学乐主你的圣名。阮真正要学乐，搁再学乐，主你无煞，你是阮的一切，你嘛是阮的主。今年阮全世界受到疫情的冲击，互全球面临将来无有的大挑战。国甲国、人甲人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搁再遐尔啊自由。阮的行为、空间拢受到限制，人的心惊吓、担忧，至到对将来无有方向，毋知影要安怎。受到遮尔大的考验，但是阮嘛要感谢主，这却是一个真水，互阮觉醒的时阵。阮看见伫即摆事件中，阮的国家有真心真力的文武百官，有疫情的专家，有护理人员，嘛有国家的国家队，每一个国政机制在帮助阮的台湾。有顺服佮诚实的百姓，配合政府，大家同心祈祷，上帝喜乐恩惠，保守阮，
互阮大家会当平安来度过疫情的考验。阮的教会嘛有牧者带领伫疫情的时期，透过直播来传讲主的信息，互众会友安心伫厝，伫遐来领受主的恩典、话语的教导，互大家的心灵拢会当健康平安。今早起，阮阁会当到伫你的面前，同心来敬拜。虽然阮有人还袂当来到伫圣殿做伙来敬拜，无论因伫啥物所在，是出外，还是病痛中，也是受到阻挡，袂当到伫你面前的，互因透过直播，会通甲阮大家做伙，同心来领受主的恩典。怜悯人的主啊，伫圣的主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告别阮的罪。只有你知影阮心内所犯着的罪过。阮的心思意念中，常常会生出怨恨、忧愁，无专心做事工。阮领受主的恩典是遮尔大，但是阮有时阵骄傲，靠着家己的熬，家己的计谋在行，错误离开主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一样。阮的性情有时软弱，有时无法度行好。无法度专心来关心别人。阮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是要互阮来觉醒。阮受到主束缚恩赐遐尼多，阮着爱尽心尽力去完成使命。若是无，就会失去机会。求主怜悯阮、赦免阮，你互阮会当知影，阮会当到伫你的面前真多，就会通得到你的怜悯。求你互阮会当过着圣洁的生活，有主的保护救赎阮。求你用你的疼来催逼阮，无搁再为着家己来活，搁会当知影，阮会当得到这个自由平安，是为着阮死的主的帮赞，阮今仔头会当自由平安。求你互阮会当知影，将阮的主权交予主来带领，互主来掌管阮的心，互阮有力量、有气力，继续来服侍。有主扶持，会通伫危险的中间、困难的中间，有信心通去得胜，也通做伙同心服侍主，通荣光主你的圣名。当阮的祈祷无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14篇。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14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投靠伫你实固的庇荫下。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像是箭。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的天。你甲我的骹步设网罗。你伫我的面前开陷阱。
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中、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咱搁做伙起立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61首，圣诗261首，请咱起立。
请坐。这个时阵，俄勒，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献诗。感谢圣歌队替咱献上水的声予主。这阵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14节。伫旧约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14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以色列人民看见摩西因前无落山，拢自接到阿伦的面前，对伊讲：我毋知影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拄着啥物代志，所以请替阮做一个神明来带领阮。阿伦对因讲：将恁的某甲查某囝因带着的金线环挽落来，摕来互我。人民就拢挽落因的金线环送到阿伦的面前。阿伦将线钩
羊倒伫磨仔内，捉成一只金牛。人民讲：以色列人，以色列啊，这是带领咱离开埃及的神明。第5节，就安尼，亚伦伫金牛像的面前起了一座祭坛，宣布讲：明仔载爱为上主守节。第2天一透早，人民牵了一寡精生，甲有的做生祭烧化，有的做平安祭食。因坐落来大食大啉，滚笑做乐。上主对摩西讲：赶紧落山，因为你对埃及带出来人民犯罪，背离弃杀我。因已经偏离了我的命令，因行的道路。因用金仔铸造了一只牛，伊跪拜，伊献祭。因讲：这个牛是带因出埃及的神明。第9节。我知影即个人民偌尼啊搞怪，即马你毋通阻挡我，我要因发生气，灭绝因。我要互你甲你的子孙成做大国。但是摩西上主，伊的上帝恳求讲：上主啊，是安怎你的子民安尼发生气呢？因毋是你用大能大力的对埃及救出来吗？12节。是安怎互埃及人讲？你故意带因离开埃及，为着要伫山里将因完全消灭呢？求你煞你的生气，回心转意，毋通你的子民降大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记得你因所发严肃的咒詛，要互因子孙遐尼多，像天顶的星遐尼多。因应允，并且应允将即块土地赐予因的后代，作为永久的基业。就安尼，上主改变了心意，要将原来要加予因的子民的灾厄降临伫因的身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即个时阵，咱要请咱的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摩西第10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看了10条诫命了，咱今日要来继续看摩西的故事。伫圣经中间，咱知摩西是一个真伟大的领袖，所以咱今日要对伊的生命特质来学习领导的功课。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互阮真济无共款的启示，就是透过上帝的话，圣经中间所记载的人物，阮对因生命中间好的特质来学习，也对因生命中间的软弱来警醒。阮每一遍读你的话的时阵，阮拢会当得到快乐。阮只是恳求主你帮助阮，将阮的心安静落来，想使阮有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昨咱台湾上界重要的消息，大概就是高雄市民将高雄市长罢免成功。咱知影这是一个公民运动一个真重要的里程碑啦，咱看见到百姓会当过去用选票选一个领导者，但是如果大多数的百姓认为伊无适任的时阵，会当用罢免权来改换这个领袖。对于安尼中间，咱嘛去看到领袖其实是非常重要。领袖对整个被领导的群体是相当关键。如果选到好的领袖，被领导的人就得到福气。但是如果选到唔对的领袖，被领导的人就受苦。唔单是国家安尼，咱的教会嘛是安尼。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领袖风范。那么透过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有2个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这2个领袖
有完全无同款的特质，咱要对遮来学习。啊，可能咱中间有一寡人认为讲啊，今日甲我无关系，因为我毋是领袖吼，我毋是长老，也毋是执事，也毋是小组长，也毋是同工，啊，所以我无需要知影属灵领袖的特质。但是请大家毋通袂记，咱每一人拢有受呼召、受竞选，拢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爱去引带人。你的亲戚朋友中间，若还未信主的人，你拢会成做伊的带领者。所以做一个领袖，做一个领导别人的人，咱拢有可能会成做即款的人。所以咱做伙来领受，做伙来学习。今仔即个经文吼，即个故事是以色列人相当重要的一个记录，就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一段记录。迄个时阵，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吼，咱看见着摩西受上帝呼召去咧山顶40关久去领受上帝所颁布的即个律法。即个时阵吼，以色列百姓伫这山骹伫遐听候，原本在领导因的摩西吼，煞久久无落来。因心肝有真侪交易，讲即个敢会落跑吼，敢会选走伊，毋知走去倒位。所以因这时阵就开始紧张吼。所以圣经讲，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因迟无落山，就聚集到另外一个领袖亚伦的面头前，对伊讲：我毋知影迄个带阮出埃及的迄个摩西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所以请你替阮做一个新命来带领咱，带领阮。因为以色列人吼，摩西带因出埃及，摩西来讲有一个因的祖先的上帝，爱伊出埃及，带因出埃及，但是咱来理解就讲，因伫埃及做奴才吼，一段时间了，已经受影响吼。埃及人因拜的神明是有形象的，所以因望讲吼，嘛爱看会到的吼，安尼较实在。所以吼，因无明白迄个全能的上帝是毋是甲这世间的形象相共款的吼。所以因就要求亚伦做一个神明来引带因。这亚伦吼，就顺从因的意思，就讲恁若恁的某、恁的囝儿、查某囝所带迄个金鱼钩绑落来互我，伊就来这金鱼钩摇去吼，倒一个模型中间做一只金鱼，然后百姓看到这只金鱼，就讲以色列啦，这是带领阮离开埃及的神明，因爱有一个有形象的神明来带领因，但是因做这款代志吼，引起上帝的生气，所以伫山顶，上帝就让摩西讲赶紧落山，因为你对埃及带出来这百姓犯罪，离弃我，因已经偏离我命令因行的道路，因做一只金鱼要来带领因，佮祭拜因，所以赶紧落去，带因警告，而且伊讲我所。这百姓是非常吼，圣经中间讲顽劣啦，意思是讲硬颔棍无要听话所以上帝就甲摩西讲你毋通阻挡我要对因发生气灭绝因，但是我要互你甲你的子孙变做大国。所以咱知影这时阵上帝真生气，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时阵摩西就甲上帝恳求讲：上帝啊！你毋通对你的百姓发生气因就是你用大能大力对埃及救出来，你即摆来灭绝埃及人会讲，你故意带因出埃及，然后伫山林，但因完全灭绝，所以请你毋通生气，回心转意，求你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会记起你对因这百姓的祖先，发了严肃的咒诅。要互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所以经过摩西这款的代祷祈求了，上帝回心转意。这是今仔日经文的故事。咱这个故事中间，咱有两个领导者，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咱看因有真大的无共款，真大的无共款。咱要借着这个故事来思考，一个属灵领袖应该爱有的特质。
第一项，咱看起着这两个领袖吼，因第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摩西是顺服上帝的代表，亚伦是啥？顺服罪性的代表。摩西是顺服上帝的代表，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吼，咱看起对头到尾吼，对因还未出埃及之前，摩西就时常甲上帝沟通，然后伫出埃及的每一个所在。摩西拢是领受上帝予伊的使命，然后伊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因为伊真实明白，若毋是照上帝旨意去带领，百姓就真容易迷失。上帝旨意就袂当落实，上帝爱伊带因出埃及，入迄个迦南美地的即个目的，就无法度达到。所以伊是完全顺服上帝，但是亚伦是顺服有罪性的人的意念。伫即段经文，咱看第一节的时阵吼，讲百姓聚集到亚伦遐吼，即圣经中间即原文即个教吼，因到亚伦遐即个教吼，是含有威胁的内涵。意思讲，即群百姓吼，因用真生气的态度、无友善的态度来到亚伦的面前，更要威胁亚伦，爱替因做一个即个新命。所以亚伦吼，即个时阵看见百姓遮尔济吼。伊嘛为着要暂时安大因的情绪吼，所以伊就答应伊替因做一个新命。因为我拄则有讲过吼，以前人因伫埃及做奴才真久的时间，埃及人因敬拜神明拢是有形象的，所以因嘛要照安尼来做。因的要求亚伦安尼做，亚伦的顺服，但是因为伊即款的顺服，造成到尾造成遮尔大的错误。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是伫即个民主的时代吼，讲究是人民做主。这个制度当然是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间是一个真好的制度，因为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为着要造福百姓、造福人民的幸福，所以当然爱用人民的利益做优先。所以百姓有权利来选择服务因的政府。这种制度吼是历史以来应该是算作上介好的制度，但是咱来理解，伊虽然真好，但是毋是完全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判断是有限的。所以伫这个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咱有一个机制来帮咱讲，那万一做着错误的这个选择的时阵要安怎？咱知影？咱除了选择以外，吼，咱阁有其他的权利，譬如讲，咱这个有一些各种市民有一些罢免的权利，罢免就是来弥补选择的错误啦，比如讲，咱若选择错误，发觉讲这个领导者袂使，想超过，咱用罢免权来弥补咱过去选择的错误，这是民主制度。伫咱中国教会，咱也用类似的方式来建立这款的制度。这款甲一般咱咧讲的民主制度无完全相共，因为咱伫教会内底无罢免的权利，咱是用和会的方式选出中级，同工来服侍上帝、服侍信徒，这当然是真好的方式啦，但是我拄则讲过，人是有限的，人的选择有可能错误，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咧运用这个权力的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安那，所有的信徒要参与投票的信徒爱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爱去敲找上帝的心意。因为咱来理解咱所选出来的同工，咱所选出来的中级，是上帝呼召的。咱敢会记得，若中级要就任的时阵，牧师拢会问这个中级一句问题，讲：你敢有相信你今仔日这积分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每一个要就一个长老、执事，拢讲是，我相信。但是咱敢会感觉犹豫？这个中级明明就是我用选票来投票来选出来，为什么伊讲伊是上帝呼召？这两项中间敢有冲突？其实会当莫有冲突。什么情况会当无冲突？就是咱要投票的时阵，咱来先去思考，到底上帝要呼召什么人？所以咱爱甲上帝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咱就照上帝的心意去选出服侍上帝的同工。那安尼，咱投票所选的
就是上帝所要呼召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做一个长老教会牧师，有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爱帮助所有教会兄弟姊妹，甲上帝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互咱咧做决定的时阵，是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决定。那人人拢追求上帝的旨意，自然而然的会产生顺从上帝的属灵领袖。如果属灵领袖顺服上帝的心意，然后羊群佮顺服属灵领袖的带领，安尼所有的人拢会得到福气。这才是教会爱使用、应该爱使用的制度。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一定要做一件代志，咱要常常替牧师、替咱选出来的长职来祈祷，因为伊是教会中间的属灵领袖，大家常常替因祈祷，互牧师甲教会长职拢会当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咱顺服属灵领袖的带领。互教会全体拢得到福气，这是第一点，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第二项，咱看见着摩西甲亚伦中间吼，两个人的特质完全无共款。虽然是兄弟啊，但是特质无共款。摩西是安那？摩西是勇敢承担责任嘛，因为安那，伊明白伊带领的百姓吼，即上帝交代伊即件代志，带领百姓出埃及入迦南美地。这责任是真重大，伊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伊一定要承担伊家己的责任。所以检察是面对上帝的生气，伊悠然勇敢来为百姓求情，希望当挽回百姓的性命。所以伫遮咱看见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感，因为伊对伊的羊群有责任。这亚伦吼，咱看见完全无共款。伫这段经文中间吼。当摩西看见百姓所做得罪上帝的时候，伊对亚伦讲：“这人对你做啥物？你竟然互因犯这么重的罪？”咱看亚伦安怎回答嘛？咱注意看哦。伊讲：“请你唔通生气这唔是我的唔对意思讲这唔是我的唔对你知影这人决心要做歹因对我讲，我唔知影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所以请替阮做一个新命来带领阮，所以这错误是啥物人造成的？拢是百姓造成的，毋是亚伦，甲我一点仔关系嘛无而且伊佫爱讲笑伊讲因将遐金仔交互我，我来迄入火，即只牛就走出来咧讲好笑的伊将责任拢推互百姓家己一点仔责任嘛无。你看两个人的差别就伫遮，一个有担当。一个推卸责任，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要勇敢去承担上帝予咱的责任。这是属灵领袖的责任，伊就需要承担起来。所以，请大家也要共同为着教会牧师甲长职祈祷，互咱有更较有智慧的能力，来承担责任，这是真重要。第三项，咱来看。为什么摩西会愿意承担责任？为什么亚伦无爱？因为因两个心态是无共款。一个是对伊的羊群充满疼心，一个是家己好的也不要紧，家己无责任就不要紧。咱看见亚伦这个领袖，伫这个代志发生了，加上这个代志甲伊无关系，相款拢是别人的唔对，家己一点仔唔对嘛无。伊只要甲伊无关系就不要紧。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但是经文中间，咱看见到摩西这个属灵领袖，伊的心中是充满对别人的疼。当摩西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的时阵，是啥物时刻？是这百姓犯了上界大的罪、上界无可爱的时阵。咱知影，摩西对埃及带这群百姓叫做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因常常安尼埋怨，常常糟蹋摩西。照你讲摩西是，你要若我是摩西，我可能即阵死就好啦。但是伊悠然伫上帝面前替即群人求情，
而且咱要注意哦，上帝对摩西讲的话是安尼：现在你毋通阻挡我，我要对因发生气，袂绝因。但是上帝来摩西保证讲，我要互你甲你的子孙成做大国哦。如果你若听到上帝即款的保证，心肝检查会想讲，至少我即组的人袂受到伤害啊！别人的囡仔死袂了，甲我一点仔关系嘛无。这人就是家己做的代志爱家己承担嘛，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嘛，但是摩西却替因祈祷，替因求情，求上帝赦免。这是为虾米？这当然是为着听嘛。伊听即群羊群，人民因，所以伊对上帝求情啊。伫新约时代，咱看见着保罗嘛是安尼。咱若咧看保罗所写的批的时阵咱若真认真去看，咱才发觉讲，这是一个宣教师对迄个羊群迄款充满真心的疼的迄个表露咱看见着保罗安尼讲，伫罗马书第9章第3节讲，为着我的兄弟。我骨肉至亲，就是家己受咒诅，甲基督分离，我嘛愿意。伊讲，只要别人会当得到救，我牺牲袂要紧。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啦，就是一个属灵领袖真爱具备的迄款疼心。就亲像主耶稣基督讲的，伊讲我是好牧者，好牧者愿意为着羊放杀性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你受呼召成做别人的属灵领袖的时阵，这款的品质要放伫你的心中。你够愿意为着你的羊群献出你的性命，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咱应该爱充满疼心，因为咱爱理解领导人无啥物撇步，只要有疼，就有动力会当带领人。带人入去到上帝的应允中间，这是非常重要。最后，咱来看伊亚伦甲摩西顶面有一个真无共款的特质，就是亚伦的眼光真底细，真底。伊只是为着要解决百姓一时的问题，就顺从百姓的意思，差一点害这的百姓失去上帝予因的应允。这是亚伦。但是咱看见着摩西，就是自信咧看上帝应允。咱看见着摩西对上帝祈求的时阵，摩西对上帝安怎讲？求你纪念你的罗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你因发出了严肃的咒詛，要互因的子孙济济，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而且应允将规块土地拢收属互伊的后代，做永久的基业。这是上帝予以色列人的应允，所以摩西是用上帝应允来祈求，所以上帝就改变伊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的意思。而且有一寡人会认为讲，为什么靠着人的祈祷会去影响上帝的决定？虽然伫经文中间咱看见上帝改变伊的意思，但是咱来明白因为摩西是用上帝应允来对伊祈求。所以上帝应允原本就是上帝的意思嘛，所以是上帝家己改变家己的意念，因为这是上帝的应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咱来自信伫上帝的应允顶面，因为如果有上帝的应允，咱就有一个清楚的带领意向。这属灵领袖就明白上帝要赏赐伊所带领的团体的方向。伊就当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使命，这是咱来真实去理解。亲爱兄弟姊妹，因为疫情的缘故，目前是咱面对极大挑战的时刻。咱今年的聚会平均人数突破了1000人，伫去年咱继续进步到平均的人数是1050人。这伫好会时，牧师有大概报告会。但是因为这场疫情，互咱个重新回到起点。但是牧师心中真在稳咱只要自信去看上帝互咱的应允，上帝伫
上人教会命定的应允。咱只要理解，咱一直打拼向前。无论过程中间检测遇到困难，有时会亲像这疫情来影响。但是如果咱若坚持落去，我相信上帝所应允的迄个迦南美地，就是伫咱的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伊讲，互咱坚定不移持守咱所宣言的愿望，因为上帝应允是可靠的。所以咱听条即款的应允，咱做伙来努力。虽然疫情影响，但总是咱渐渐恢复咱正常的生活的过程中间，咱一方面保护家己，一方面也慢慢恢复咱正常的信仰生活。我相信上帝的应允无久就会伫咱的中间来实现。另外，我相信上帝也呼召咱每一人拢成做一个带人的领袖，请大家爱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呼召。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得到平安。那你用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会当起条伫你所赏赐阮的应允。透过你的引带保守，阮要承接你所互阮的应允。求主保守看顾阮，也求你伫阮中间兴起济的属灵领袖，成做别人的祝福。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搁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13首，圣诗313首，请咱起立。
这个时阵，咱要来奉献。未奉献的大先，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双连教会礼拜的来宾。若是你无伫外口填留名卡，请你伫你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吼，请你写好，交互咱的收奉献的中执事，互阮做伙来介绍你，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起立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的一切是你予阮，所以阮今仔日用金钱代表阮的心奉献给你，做你的圣工的路用，请你欢喜甘乐。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阵，我来报告。感谢主吼，咱已经伫5月17日开始正式的3场的实体礼拜，英语礼拜嘛，伫今仔日已经恢复实体的礼拜。儿童主日学嘛，要伫6月14后礼拜主日开始恢复实体的聚会。各团契小组的聚会渐渐开放，请大家做伙来回归正常吼。毋过，咱即马游园爱配合政府的规范，因为有一寡无方便，恳求大家包容甲配合，愿上帝赐福保守咱。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
环境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学习尽中的好管家，先尽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第二项集体的关怀，咱所敬听的黄正辉执事的妈妈黄赖宝珠即事妈，伫5月29日安歇主怀，定伫6月13日，即个拜六的早时10点半，伫第二殡仪馆到伫真二厅举行日莲火化礼拜。另外定伫6月14日后礼拜日的下晡2点，伫咱教会16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佫有一位咱本会会友黄子薇的妈妈刘佳音姐妹，伫6月7日安歇主怀，请咱的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我的报告到这，咱要请咱的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毋知影咱中间有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的兄弟，牧师来介绍。若无牧师补充报告一点咱原本咧每一个月有一遍的即个圣餐咱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咱有停止几个月咱咧预定伫7月份的开始圣餐所以牧师也大家报告即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伫即个疫情传染的过程中间，你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当阮渐渐要恢复阮正常的生活，也恳求主，你互阮伫信仰生活顶面也会当恢复正常，互阮时时愿意甲你亲近交陪，也透过甲你建立好的关系，明白你的心意，来满足你的心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求主你亲自安慰；有人拄着困境、忧伤失志，求你亲自扶持；也可能有人有病痛困扰，求主你亲自医治；也互阮伫教会团契的生活中间，彼此代祷扶持的过程中间，享受你所享受。无尽的疼痛，恳求主你帮赞上联教会正兄弟姊妹，会晓时时牵调伫你，照你的话语来行，荣光你的性命。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言510首，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